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嚟到靜光旅行，我哋住嘅一間酒店呢係叫做 Hadago Inn 酒店。佢嘅價錢唔貴，設計又有型，有種簡約現代之中有帶少少和風嘅感覺。不過最驚喜係佢有個圖書館區，住客係可以免費睇漫畫同埋書。呢度係有1萬本漫畫，可以 all you can read。雖然酒店細細，但係所有你要日常用品要用到嘅嘢呢，佢哋都有嘅。你可以問 reception 借。當入到房之後，其實望落去都幾普通啦，冇咩特別驚喜。對你嚟講都係可能好標準。不過對啲單車友嚟講呢，就係最正啦，因為佢哋可以直接將架自己嘅單車擺喺房入面，唔使擔心安全嘅問題。你知啦，啲專業單車友架單車分分鐘貴過架電單車噶嘛，有得咁樣擺就係放心又方便啦。一打開個浴室門，原來仲可以望到富士山㗎喎。不過今日佢就有啲怕醜，唔知匿咗喺邊啦。但係唔緊要，我哋用想像力幻想下佢嘅樣，都一樣咁開心。浴室方面就係好標準嗰隻啦，乜都有齊晒。咁而且呢度仲有大浴場，教你浴堂嘅哲學。不過老實講，個浴場都係細嘅，最多可以容納到3-4個人度啦。佢仲有投幣洗衣機、自動販賣機、免費泊車，對於自駕遊嘅旅客嚟講都算方便嘅。咁同埋 7-Eleven 就 exactly 就喺隔離㗎咋。另外，我中意去日本住旅館就係因為佢有睡衣 provide 啦，咁即係變咗其實我就可以帶少啲嘢，留翻個篋俾自己買嘢啦。